甲讲甲拄我嘛，安尼你就是咧表演啊，无定着你简单即几句啊，伊就交你来啊，你就赚到了现赚的，现赚的啦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知影甲毋知影讲先觉甲后觉，先低甲后低，因为我们是浅显，浅显是那种六界，各位浅显早晚现象有没有银宝是一叩首？还没回去就有人在拜了呢，但是安尼，咱来当好好展现你银宝师的慈悲，大慈大悲，那呢你本不成佛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咱要度尽，咱讲天空都是共厝内，五湖四海皆兄弟，安那袂太爱出国，伊个泰国人惊咱台湾也无关系啊，但为什么咱遐度伊？迄度伊毋是拢免开钱呢？咱各位浅显，咱咧一个月爱汇偌济钱去泰国做盗墓基金，你敢知？毋是讲去伫遐拢免开钱嘞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虽然是泰国人嘛是老母两个囝啦，敢是安尼，对一个月拢是相像啦。所以咧，咱一定要甲度化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万家生活嘛，希望咱大家一币一佛堂。你敢知影设佛堂偌重要？设一个佛堂，天上开一缕的烟花，显不到你的祖先就会当升级。你今仔日求着道，祖先若为三级亡灵会当提升二级亡灵。你得了道以后，你能够在道场帮办2-3年，由2级升到1级。所以一字得道，有缘去做锦江光阴；一字成道，有缘去做锦霄经。所以呢，咱设一间佛堂是天上开一缕的莲花啊。那么为什么即摆会当一币一佛堂？当然呢，这个是较年轻，他伊有可能讲有诶，都无像咱较过去传统的拢大佛堂拢较大间，但是先有慈悲啦，你一币一佛堂，你若想讲都有即片壁安尼，咱就即马有迄佛道，小小来，你就甲设一个，你看与佛同在，老母知我菩萨，因为有正电元帅、正电将军嘛，咱佫会当逐工礼佛，那么咧有因缘，咱佫会当安那来度人来。即间佛堂做偌济代志讲道无量，你知道吗？佛堂佫有一个作用，未来。大劫所来的时阵，咱弥勒佛伊的指光会当自将即个佛堂甲搭了。伫即个内底，拄好3拍佛顶的道。伫即个内底拢受到弥勒祖师的庇佑，指光内底会安那会保护。外口冤亲债主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有命讨命，暗有天意，天意749天。多跟人佛堂会当，所以讲呢，咱会当设佛堂那种功德的量实在太大了。互我讲起来，互我若无钱，恁互我钱，我袂了钱尔呢，敢是安尼？但是恁救我的命，敢救袂着，因为恁无带我去求道啦。恁若带我去求道，我有可能金光点落去就会破灭呢。咱各位浅显。咱问一个错误的观念咱像进求道1年当万讲点偌济啦，1年当点200个好啦。咱若咧开班，敢有较济人？大一套路各位浅显，这样是错误。你若想讲安尼爱用迄个注释的，伊就爱死啊！他就没有机会的，你不能这样。他有金刚种。你一天只甲点落去，是毋是有可能会不现？敢有？对，像咱逐家嘛。你拢无甲点落去，免讲伊嘛是会拗出去。仙佛伊嘛知影讲会求道如无问，修道如无共的。但是为什么仙佛来金坛嘛是频频甲咱提醒咧？大家爱大人救人啊！兄弟姊妹上拜佛拢爱互得到，伊伫未来世也会得叫弥勒佛结缘呢。上界无转去，伊过来出世世间，有3个不好的国度，伊袂出世不要去。
咱伫即个幸福的台湾吼，毋知影咱感恩吼，实在足幸安尼。你若出世对一寡迄落迄较文明的国家去，较专注的国家去，你著要哭无目屎呢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有因缘这个多啦。哦，当然我们渡人成前呐，哦，所以我们要往前。